歡迎大家嚟到我呢個 channel， 我係 Mila。今日我想同大家 share 我完成嘅 P5.js 學校 project。呢個係一個經典嘅 2D platform 動作遊戲。我嘅目標係喺有限時間內，利用 P5.js 嘅幾何繪圖功能，建立一個有物理重力系統嘅關卡。喺呢個 game 入面，我最想分享嘅係碰撞偵測嘅邏輯。我並冇用外部嘅 library， 而係透過計算法去判斷角色同平台之間嘅坐標重疊，從而實現企喺上面或者跌落陷阱扣生命嘅效果。大家可以見到畫面嘅左上方有 score 同 life 嘅 UI。我用咗變量去記錄遊戲狀態。當角色攞到個金圈嗰陣時，分數就會加1，而唔小心跌落黑色坑度就會減去1個心心。頭先大家睇完 demo 之後，我依家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遊戲背後嘅幾個核心功能邏輯。第一個就係重力同跳躍嘅功能。喺呢個遊戲入面，我設計咗一套簡單嘅物理規則。當角色跳起或者離開地面嘅時候，系統會自動將狀態設定為 is falling。我哋透過不斷增加角色嘅 Y 坐標值嚟模擬重力跌落嘅效果，直到角色踏翻落平台或者地面，呢個下跌動作先會停止。第二個功能就係動態平台碰撞偵測。大家見到畫面入面有啲浮動嘅平台，為咗令角色可以企喺上面，我喺每一個平台入面寫咗一個 check contact 嘅功能，佢哋會實時偵測角色嘅 X 同 Y 坐標。只要角色嘅底部啱啱踩正平台嘅範圍，佢哋就會抵消咗阻力，令角色企喺平台上面。第三個功能就係橫向捲軸相機移動。為咗令冒險感重啲，我會將地圖鎖死咗喺一個畫面入邊。我用咗一個叫做 Camera Pose X 嘅邏輯。當角色向右行嘅時候，背景嘅山雲同樹都會向住反方向移動，令玩家感覺好似喺一個好大嘅世界入面探索緊。第四個功能我想分享嘅就係生命值同埋重生系統。遊戲設計咗3個心心，當角色跌落個黑色坑嗰度嘅時候，系統就會減除咗1條生命。呢度係我做咗個分流邏輯。如果生命大過0嘅時候，系統會即時重新加載關卡，等玩家由 A 點再嚟過。但如果扣晒啲心心，就會觸發到 Handle Game End， 停止晒所有音樂並且跳出 Game Over 字樣。
雖然因為 academic integrity 嘅關係，我今日唔可以直接 show source code 出嚟，但係透過呢個 project，我更加深刻咁理解到點樣可以由底層 logic 去建立一個遊戲世界。呢啲邏輯就係支撐成個遊戲嘅骨架。如果你都想寫自己嘅 game，理解呢啲 state嘅轉換係非常重要嘅。如果你對 web development 或者 P5.js 都有興趣，或者對呢個 game 有咩改善建議嘅話，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鍾意呢類 IT 學習分享嘅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多謝收睇，我哋下條 video 再見，拜拜。